鼎新集团今天公布中华职棒第5队味全龙的领队、总教练及教练团，领队为有背景的吴德威，总教练则是前悍将教头叶君璋，另外张泰山、黄炯龙等前龙队球员也都入列教练团。领队为有背景的吴德威，鼎新3董魏英冲表示，过去吴德威是在创业的专家，非常热爱棒球，过去职棒球团赞助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。魏英冲说，他非常年轻，43岁又有背景，希望老干新知，味全龙之前在徐生明总教练打下的基础，还有现在的总教练和教练，让新知接上去。吴德威指出，我背景来自于新创，专长是，兴趣是创业，梦想是棒球，有一个机会可以圆梦想，人生也是很意外。吴德威表示，未来会运用专业，像是将 VR、5G 等元素带进职棒，做好准备。总教练为叶君璋，由于今年叶君璋原本跟富邦悍将球团还有合约在身，鼎新是直接与悍将买断合约。魏英冲表示，非常感谢富邦董事长愿意割爱，君璋让我感动的是，他是一步一脚印，愿意默默去学习付出。叶君璋说明，已经拟定5年计划，今年和明年会尽量接触世界所有棒球强的国家，带回经验融入球队里。第3年进军一军后，则希望可以打进季后赛。叶君璋说，我会运用过去的经验，汲取那些经验教训，把味全龙带到更好的地方。另外，张泰山、黄炯龙也是教练团成员。张泰山指出，我19岁那年成为味全龙一份子，等了这么多年，又再成为味全龙一份子。我现在真正愿望是创造台湾棒坛创造纪录的球员。黄炯龙则表示，1990年3月17日，在爆满球迷见证下，我站上了职棒舞台，30年里面写了我的棒球故事。我会用多年学习的经验和技巧，回馈自己的母队，答谢这么多年龙迷不离不弃坚持。魏英冲也感谢前味全龙总教练徐生明的遗孀谢荣瑶。魏英冲说，这段时间我在基层棒球跟师母非常多互动，如果味全龙复出，最大功臣是师母，默默在帮我们忙。谢荣瑶则表示，我们一起历经风波，职棒低潮，虽然有遗憾，但有好几次我跟徐总坐下来深聊过，如果有一天味全又回来了，当时徐总跟我讲说，我会支持。